天網有信嚟啦。好，咁樣，好準備好未？準備好未？好啦，咁時間關係咧，我已經收到啦呢個信啦，就係咁我哋幾時係遞交報表㗎？好似係上個星期五啫喎，係咪10月10號咯，數30多咯。哦，30多，咁樣喎，今日都係幾日之後，咁眨眼已經收到啦。咁樣呢個好快，不如我哋開嚟睇下好冇？嗱，我哋會睇個地址係啦，佢開係啦，睇下啲咩先。收件人係有陳天網。呢個係叫咩啊？我哋不如講講呢個係。有小班面見時間通知。哦。貴子帶呢個小王子。入讀2526年嘅幼小班申請已經獲安排收生面見啦。咁日期會係11月2號禮拜六上晝10點鐘。咁希望我哋帶埋佢一齊見面嘅。哦，咁喺10月23號之前要交翻條回條。哦，咁樣嘅。會以呢個小組形式進行。哦。佢話由於場地安排關係咧，每名幼兒咧最多2位家長就進入校園陪同子女進行面見嘅，咁樣哦，可能有啲子女會有3位家長咁樣，只有2位嘅咁樣，要交翻回條嘅咁樣，好，咁就交翻啲回條啦，咁就然之後就下一步就帶一個小王子去呢個面試嘅，係啦，咁你有信心啦，個媽媽成功。有冇信心啊？有。好啦，咁呢個交表第一步，呢個收呢個回條，第二步，好啦，咁我哋再嚟睇下跟住發資料啦，好唔好？好啦，嗱，俾你啦，好，咁我打氣啦，我打氣啦。今日啲。好，係。